假到了。这个放假的同学准备放假了，准备考试的同学呢，心里面就很紧张。如何能够放松我们即将面临的压力呢？那同腔，放。立刻就感受到放松的感觉啊！哪一个说没有了？哪个学校呢？屏东商专。这个学校不错，在屏东嘛，对不对？台东。哦，那为什么不叫岭中呢？不是，这位同学你好。有同学是有什么毛病吗？你好。哎，叫什么名字啊？叫刘嘉玲。刘同学呢是一位新人啊，真奇怪，难道你不是新人吗？我是唱歌的新人。哦，演技是一流的。曾经演过什么戏？你们记得吗？啊，什么？金枝玉叶。他在里面演什么？美国歌手。宣传不用讲话。他不是宣传，可见一定是你的影迷。什么样的角色最好演呢？坏人很容易演。坏人容易演，坏人才不好演。你看你，就是我，因为太善良了，就是不会演坏人的戏。你在演坏人的角色啊，现在。我现在是演坏人吗？对啊。真的吗？同学们，暑假到了，每个人要泄露一点考题给大家知道。我记得有一首宋孟浩然。之华明，你们知道那这一题一定不会出来了。那都知道了，怎么可能出来呢？但是我们变成考一考它，来听听看。故人西辞黄鹤楼，烟花3月下扬州。孤帆远影寄碧山尽，唯见张飞醉下流。长江醉，天际流了。哦，醉下流，太过分了啊！不错，这大家因为都会刚刚讲的，可能这个题目就不会出来，所以你等于是对考试没什么贡献啊。请坐啊，赵同学从这个班上出去之后，果然事业一路顺风啊！谢谢托老师的福。你要给我们考生提供一个什么样的参考呢？提供一个我最惨痛的教训。好，大家都知道我数学不好，所以我一定要提供一个数学题。好的。我要带道具。对不起，我先把酬劳拿出来好了。只有1350，帮我拿下哈。太过分了啊！我首先呢，先把这个漂亮的信封呢，是一个长方形，是的。在对折以后呢，变成了一个直角三角形。所以今天我要为大家解说的就是毕氏定理。毕氏定理。对。就是呢 ，a 平方加 b 平方等于 c 平方。什么是 a 平方 b 平方呢？老师你知道吗？这个老师就要问一下岭东商专的同学了。这位同学，这位同学让我们非常感动。为了保有原住民的文化，和山猪牙的人，刚刚这位老师所讲的，你都听得懂吗？听得懂。毕氏定理。你不能这样问他，你要说，请问他我所谓的 A、B 跟 C 的位置在哪里？位置在哪边？A、B、C。你想这个题目这次可能会出来吗？不会。非常谢谢。没有看到，
越来越漂亮。而且你也越来越帅。哪里帅？真的？你的眼睛越来越红啊！眼睛越来越红，是因为睡眠不够。为什么看到你都要戴帽子呢？这些矫情啊！有几个人看过你的真的头发？很多人看过啊。那为什么我都没看过呢？不知道。因为我没有跟你住在一起。这很简单的嘛。我准备一个序啊。啊？一个序准备。准备一个。一首诗。哦，对，给我们台湾的考生一点。唐诗300首。东关阙楼，白日依山间，唐后入海流，还有一城千里目，更上一层楼。这个题目考试会出来吗？当然了。不可能，记住。主任，你的钱还没还我。我什么时候拿过你的钱？你帮我拿酬劳的。是吗？对啊。谢谢。安心，对。大家好。怎么样？考试快到了，那你要给我们提供什么样的一个参考呢？我有一句名言。这个女人想要吸引班主任，不是说只有声音就可以解决问题，对不对？长相也很重要。我也不错。你要讲什么？我今天要跟您讲，我这句是这个英语叫做对，英文。对，这个一考试时候英文有的时候。当人家在发表一个意见，这种笑声是一种刺伤，你要知道，并不一定是。这个并稍微控制一下，并不一定说这个人一定要国语讲得很标准才会讲英语。我的东家只有不可白纸卡的，因为这是真的。什么意思？不要以貌取人。哎呦，不要以貌取人，英文怎么讲？英语就是刚才我讲过。我今天的名言，民营啊，他国营的了。这个黑门黑我死落的，胡黑边睡我死。天助自助者，天助自助者，天自助者，是不是？英文，你看我们分解，我们才听得懂啊。天，黑门，他们。第二遍的才讲无共的呗。比赛按赶快讲。我来找一个老师先念一遍标准。金元轩 ，Please。 Heaven helps those who help themselves. Heaven help those who help themselves. 帽子啊！你前面也先唱一首歌。我还以为我怎么搞得记不起来，先唱完了才不喜欢。王东平帮他念一遍。主任，嘿，你是嘴巴有东西的。我是烧声啦。哎，真的烧香了。哎呦，等一下再跟你聊，你先坐一下。来。 黑门黑我死，落日胡黑我，免税我死。哎，不错，啊，找到半天。
为什么中国人这个礼貌常常会很多？是。但是呢，我们既然这个在以前曾经在这个节日送过他东西，就要持之以恒。是。每年到那个时候都要送。今年端午节为什么没吃到你妈妈的粽子？啊？来这边混呐、报告。今年他就是回去特别久，那我也没吃到，我就打电话跟他说要赶快上来包粽子。他包完吃完以后，你的喉咙变这样子。那今年端午节没吃到粽子了。那没关系，中秋节的时候再叫他包。中秋节还包月饼，来给考生一点参考的。我今天要给大家的考题是一个英文题。Heaven helps, those who help themselves。不是这一题啊？不是这题可能不会考。这题不会考，对嘛？要有效的。有效的是一题是 The birds of a feather flock together。哎呦，这不错，这是什么意思呢？有人知道吗？这个真的知道。老师，您上来有什么事吗？开放2分钟，大家拍照。你好。这个我们刚刚所讲的这些题目，考试卷上真的是不可能会出来啊，在联考的时候。有可能啊。有可能哦。但那老师也是英文老师啊。哎呦，那这刚刚讲的这一句什么意思啊？The birds of a feather 就是同样一种羽毛的鸟 ，flock together 就是它们会同样聚集在一起。鼓励一下。真有福气的同学。对，老师的风范是不简单，走到这边来是慢慢的，回去是。你还在这边？不是。还有一个意思。还有一个意思，物以类聚。刚刚老师不是讲完了吗？物以类聚，对，就相同颜色的那个羽毛的鸟聚在一起，物以类聚。他的意思就是物以类聚的意思，很好啊。那么现在开始验收了，那我们就从刘小姐这边先开始。来，女孩子到底要怎么样去选择一个未来的伴侣呢？其实是很随性的。哎呦，可以随性的谁在旁边谁就嫁给你。不是，就是我觉得是缘分呢。有缘分啊，很重要啊。缘分这个超过任何外表啦、内涵啊什么的。对呀，天时地利人和的配合。日月精华的相那你的爱情应该是很伟大的喽。对呀，爱情本来就很伟大啊。那你不是说很随性的啦？就是不是很刻意的要去找一个目标，这样的目标才是我心目中的对象。不是刻意去找。到那个时候，那个人自动会出现。所以还是要相信缘分。对，很好。谢谢。收一张。今天给我们唱什么歌呢？因为我不是来打歌的嘛，这样。我还没有出片，所以我是来看主任的，所以我还是唱最浪漫的是大家最熟悉的歌。来看主任的。对。看什么东西呢？看你那个奇怪的头啊！但是奇怪的有特色就是。那你给我们演什么歌呢？我讲过啦。最近好像情绪不是很好啊。不是，我觉得你每次看到美女都那样，我们不平衡啊。你看，你对我的师妹也这样毛手毛脚。我哪有毛手毛脚？没有了，好了，我唱歌最浪漫。不行啊！既然这样子，班主任其实对这个男女生都一视同仁，对不对？那你觉得一个女孩子要真的我真的嫁给你这样的男人，要以什么标准？每个女孩子的个性不一样，当然王八看绿豆要先顺眼为主嘛。我是不愿意当你的男朋友。我也不愿意啊。那不是变王八了吗？你这个形容真恐怖。没有，人家都是这样讲的嘛。是。我没有骂你啊。是。好，可是我也不愿意找你就是了。你要不要给我唱歌？唱什么歌？醉
对，你不是这样比较公平一点吗？好，最浪漫的是，好，听听看。好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，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，一路上收藏点点滴滴的欢笑，留到以后坐着摇椅慢慢聊。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，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，直到我们老的哪儿也去不了，你还依然把我当成手心里的宝。陈蕊先生，来给我们带一首歌曲吧。为什么你走路会出现这种姿态？奇怪了呀！我也是插座的啦。哦，你的鞋底，你这个鞋子是不是草席还可以做成鞋子？对对。金元轩，啊，你来一下好吧？这个人的感觉怎么样？什么意思吗？啊？什么意思？现在不用这个，用这个。我的意思是，您觉得像这样的男生好不好呢？好啊，哪里好？看起来他是很善良啊。哦，看得出来很善良。哦，那什么样的人看起来不善良呢？我像你啊。如果你要世界上的男人都没有了，剩下我们两个，你会嫁给谁？两个是剩下2个，一起。统统要啊？哦因为世界上没有男人了。哦，2个都要。对呀、笑脸的看不出来，我们还有竞争的余地。啊，请谢谢。好吧。哦，王仲平，哎，你这个声音还可以验收吗？可以啊，哎，奇怪了，讲话变成这样，唱歌还可以唱啊？还可以验收。这个唱片的名字叫什么？康丘邦，空笑梦。对，闽南语歌曲。是，这是出闽南语歌曲啊？是的，有意思哦，听听看好不好？今天给我们带来什么？康丘邦。怎么会这样？前奏是这样子啊？哦，那个是歌，歌怎么会用吹的？因为我怕唱了之后破坏了，所以用吹的。待会的把那个字幕打在前面这样子。这样子。哦，你现在吹的就是你要唱的，歌词在这边大家去联想的。吹这个东西有一点学问的。哦。像你那样吹，那个声音全部听不到。吹听不到，那我不是吹，你要从这侧面吹。哦，侧面。看到没有？这个抖跟下巴没有关系，嘴唇。你们2个还可以再近一点。知道吗？好，来。是他吹的。好，3、4。
是寂寞一块土。你这吹到一半又开始唱起来了，嘴唇没力了。不由自主的抽动。哎，后来知道改唱了的，不错，表现很好。好。那个这一次专辑打的是什么歌呢？什么样的感觉？很快的舞曲。舞曲啊。哦，听听看好不好？在这个里面哦，还有一道彩虹出现了。这个要拿。Oh, let's one for the money, two for the show. 我一般都是拉皮就是了。